花莲的好山好水，写到唔止极度嘅爱天人。不过，花莲当前嘅环境，啥认为时不时间为污染环境嘅工业落来，渐渐地受到破坏。头摆，环保人士系当地企业人士募足度牵头那大嘅人物，尤其呢群大部分都当坚持唔要本利益售卖嘅人，都利息，因嚟到花莲，希望睇呢一屆环保人士嘅腳步，重新嚟發現呢塊土地嘅希望。理解抗战方面，可能係日本人見到中國族本年以前所屬自己嘅體質方面，有人會批評，當到抗戰嘅人都係環保路漫。對人嘅講法，因為離花蓮日來日去嘅時節，深度嘅疑問咩日來日大。花蓮係嘅環保聯盟嚇，一看板當成先，唔點樣會俾我聽下嚇。cái muốn ha ăn thay muốn cái cô khám bằng tây thì là một giống không tin mà cái gì我们家的狗狗发情了。我们个名小萌。小萌啊。联盟。一落門，你先注意到兩條石橋，當看到。當上面歡迎安尼嘅中部族，看到呢個蠻多160公分咁高嘅數字，實在當然想象佢係個當勇敢或是抗戰嘅環保人士。呢條石橋揾到小門，係一條將竹寫嘅小流浪橋。不過，因為實在當地人識，你看到佢，只想看到客路可能按識佢。從外表你死都看唔出，差唔多是愛40歲嘅中部族。從細寫到花蓮大概，佢係結案樣嘅人，到加工嘅時節，規家人是陸續到苗栗、三灣再到花蓮來，行過每到呢位落地生根。中部做到花蓮5中畢業之後，是去到台北讀書做事，28歲當轉到花蓮來，從此之後是開始佢嘅環保認同嘅想法。那拄正的花蓮家吼，你講花蓮四處海口那片的沙灘吼，會順含的紅的，後來16年，正來16年甲開始佫變消波塊咧。你講10年前還是還2年啊？嘿，了幾年佫嘿，差唔多82年。哦，民國83年噶，開始佫變嗰種嘅吼種嘅，啊佫愈變愈大。中部族突然去到佢寫時嘅最熟悉，不過你係咪被破壞到最嚴重嘅花蓮嘅南邊？呢位特別係隻當江嘅海灘，係當到花蓮人回想童年時節印象最深嘅位所。新嘅錢賺來吼，
那片都还是沙滩呐。啊，后来又慢慢就是人工的硬体哈，又做出来。哎呦，我等一下要咧哈，你那个消波块。消波块，你美化消波块。美化消波块是不是？啊，你就看，你看。我看过录像片，你迄围下都沙滩嘛哈。看到里头经过化妆的小波块，把你戳强一下，原来小波块就按好少的米发的方式。海岸它的漂沙没有办法平衡了，因为土出来嘛哈，所以美伦溪钙片该出海口哈，就一直淤积。阿廖片，因为你看让这边打过来就一直侵蚀。啊，钙片嘛就一直攻击破，那个钙片哈凹进去，那也是一直侵蚀嘛。啊，你不用都消波块不用下去，侵蚀更严重啊。一只多少钱？一只5万块上下了。那种了红跌下去吼，去倒钱跌到了啊无救。有一种它还是在所谓的工程概念保护啦，我保护人民的安全。他没有想到就是，其实这样更危险。都是自然沙滩，你万一被海水卷走哈，你还有机会回来。你放这个哈，一旦你被海水卷走的时候，会撞到它就，其实很多都是这样子啊。中波族私下老人讲，虽然安阳的小波块变多哈无父母来嘅美土咧，不过南边东江嘅海滩走到哪位去了呢？我所记讲你的发嘅时节，表情有时的沉下来了。环保联盟花莲分会漂嘅雾，喺到吉安乡吉安村一条西巷嘅路。虽然有2层楼，不过要做办公室，就要帮登录资料，还要做会议室，伊就为所并唔会结发。不过有啲揭有啲合嘅办公室，佢嘅资料啊，收到非常安齊。大家看到啲貴價嘅資料哈，呢些花蓮呢環保聯盟啊，我哋環保聯盟花蓮分會啦，佢哋10多年來嘅所有嘅資料，你等於呢係花蓮地區啊，所有嘅呢環境嘅問題啊，都嚟到加當過啊，就看到你哈，扶貧嘅父母奶廠嘅問題，亞洲水奶嘅問題啊，呢個軌道你按到哈，過了像你嘉山計劃，花蓮嘅環境嘅白皮書啊，像你反對嘅熱礦嘅計劃啊，你河壩進氣嘅計劃，當到啦啊，等於講花蓮人啊，過去啊，大家想去發展地方，講留嘅工業帶入來，留商業想去帶入來。開泰路想去留花蓮發展起來，結果大家冇想到嘅是講環境也破壞曬嚟，所以呢個環保聯盟哈花蓮分會啦，大家是一件一件事情起來建立起來啊，經過10年，大家慢慢的提講啊，呢環境啊確實要自己保護啊，嗰啲是你來今日來看中波族佢過去很多年參加花蓮那個環保聯盟啊，佢做到嘅事情啊，都你自己看得到。你體白看到讓熟悉嘅小門不自己開門出入嘅時節，感覺實在非常嘅觸動。可能社交本來是當真，尤其主人中波族堅持唔用臉嘅陶器，讓本期有按真人嘅表現。我想，你們係應該中波族對待花蓮地嘅土地按樣嘅態度好。看到小門跳上跌落，你常常感受得到。佢老主人通常用佢嘅笑容歡迎你。
小门写个酒啊，喺印尼老总部族今日当酒食长度嘅牛肉面。不过总部族食的面，还有当多嘅肉留本小门。小门面门加主人食望，一下子老肉老面食到呛呛。喺呢條幸福嘅社交啊，睇佢係唔低，佢差唔多12多里間，父母奶屋晒走嚟。環保聯盟花蓮分會到今年6月，所辦到甲白村嘅落沙期，老里間染料做甲白連沙。呢個南華村保存最環境嘅一件染料，村長和前導當年親手去聯府嘅師傅，把呢件染料重新恢復嘅原狀。的烟楼，它是正太德，日据时代，他跟日本人写最早期烟楼，所以他15岁，那时候就跟日本人写这个烟楼，这是整个他的现代目前是南华村弄三包弄酱，我就到我送我北三乡讲，阿叔阿伯，安尼甲摆，安南华都弄酱，纯叫跳跳都弄有介远的，阿三包吼。各府都弄完酱哈，因为我哋整个基安乡，以前我去乡公所查是，该白有70人店，一村20人店，20人店倒塌的占7成到8成啦。我想，咱南巴俩5间，咱就得老提出讲诶，目前俩间最顺。咱想俩间来种起来，来做一个基地，来对小朋友记忆传承的一个基地。然后更留的一个意义也可以教学嘛，撒公啦，补孙丢幼嘛，利用那个空间来推销南华。呢位係花蓮吉安鄉嘅南華村，有件清醬嘅染料，呢件幾多就講染料啦嚇，係總部族老地方嘅村長，還個青島安尼南華村咧非常優秀嘅老人家，大家老去搶下。出力，老嘢恢復起來啊！又到了呢搭嚇，看呢度老人家嚇，佢當快樂老設計嘅呢人講啊，一般人講老人家都冇用嘅啊，不過佢老嘅頭擺學到嘅技術能力，用啲呢工廠嘅機會嚟恢復起來。所以看到講嚇，呢社區嘅人、地方嘅人對隻公共事務嘅參加參與，安呢就冇窮佬嘅心情啊！我想呢係非常有意思嘅一個客家嘅故事啦。係啊，還是看到你。中國族土印尼來到呢間，呢下千難得看得到嘅老茅屋，大家看到非常嘅感動。一條無嘅木嘅故事。你係咪很強啊？好強哦！你嘅從來不就買戲啊？也是安尼咯，也以前住在木頭那邊，也就有過2個啊，也就以前也是講這樣子啊。孟公府以前也住了這北江吼，但是挺簡單，奶媽帶過的啊，現在的東西就那種防空吼，乜個東西就那點樣來用啊，咁也就。環境保存嘅染料、茅屋，還有呢度細細嘅鄉土，還有講客家話嘅老人家，本人對南華村還有當多嘅好奇心和想象力。文村長係個非常熱心嘅後生人，因到一隻環保團體嘅會議地度，看到佢老總部族鄉下小嘅南華村所做嘅文化保存嘅工作。
就一般来啲向古所去拄到村长，吼，村长佢讲，问来讲，唔掂啊，就时间嘛，我讲难法吼，当到老人家当到补啦吼，就当上我做了人的事，感觉嗰很特别呢，因为特别拄到当到的村长啊、里长吼，去亲伊吼，唔咩环境议题，佢会讲。尤其该董事来基隆乡的客家委员会的副主委嘛，买行政院的委员嘛吼，来想到拍到去请来要拿透钱，吼，我讲我就今仔人讲的事情，感觉那村长懂难得吼，很难得呢，这就是竟然会主动跟我提这样的事情，唔要谈钱的事情，唔要谈钱的事情，谈做事情，嘿，哇，感觉那村长哇很特别。南华村就当到客家一个一带，离花莲市视察太早是要20分钟停停，到日本时候落天亮到木茶，因为无渗透嘅健康，当乡村无俾人破坏咱们无高土嘅规划。今年嘅春天，南华村嘅农田嘅水准低度，含有70度期内山当个融化嘅雪水，山当流下来嘅太准水流入田土，还系非常嘅咸。日本时代千有名嘅田房米，是一种咁样嘅水种出来嘅。因为喺南华村咧，田房米个田哈，因为个田那个水哈，迄是那个喺期内山那个山当那个雪水融下来雪，那个名个水啊，个雪水啊，喺清喺白呢啦哈，按尼用山当最咸的水来种出来的米哈，你讲个米种出来哈，2年哈，差不多嗰个时间哈，那米啊是不是做得过啦哈，再大家再看得到啊，你。非常薄、非常黏的米啊，所以看得到啲嘅米嘅质哈，软实，老是老配上冇空上，到5年嘅时候大家来到呢度，所以看得到啊非常特殊嘅结扎只好嘅田房米。因为是就强力嘅水，然后特别嘅方式嘅照顾，田房米嘅产量比一般嘅米啊，少睇最少係一半下多。当打上来啦，去年生产嘅米，你无人食到，唔止吼，起码嘅味道，但係产量非常冇幾多，大家還係非常甘願去種，嘅表示呢種米非常嘅特別，非常有特殊性。以前没有进去南华哈，南华就是吉安乡的一个村落，就这样子。可是当你跟他们互动的话，你会觉得。这个地方好迷人哦，哇，那个不管是在人情啊，哈，在那个生活环境上面，其实我就觉得那是很精彩的一个地方。其实花莲有很多小社区都是这样子的，只是南华特别吸引我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搬进去。台南中部族到南华村行来行去，我想已經開始係當好當江環境人。親像嘅大概樂人吼，这大是吧？现在啊，它是哑巴，这个哑巴，怎么认识的？它就是我们整修烟楼的那个啊，然后他是哑巴，然后我们都跟他比手画脚，昨天就跟他开玩笑，要见钱眼开怎么比？因为咱俗是挑动物吼，差不多忙到一年啦，今年啊当年都当年买南巴，到时当年就打成一片。事实上，基隆爱都俩做7、8张的安样吼。
他都没有任何抱怨。伊有啥哪能都恢复都上工冇办呀？那一家安该摄影机，因为我们都总公司上班嘛，他白天就是从那个，因为我们要核销都要去拍嘛，啊，他用他的机器哦，都用他的东西，然后是一家又让他抢录音架看，该90岁是他已经在跳，一家出车卖片段就开始写，卖量的就开始写，他也不会跟我们拿半毛钱，啊，其他人也跟他打成一片了，那我南巴呀，其他人信任到说，他有建模、落模，呀，我哋中某都免费打啦。啊，伊讲，我哋来其他人也有讲，自动跟他两建模去打呀。你好。那以前哦，在摆看了，哎，要你看了，这个我带哦，里面黑哦。哎呀，这个都是啊，哎，这都以前的，有台州，哎，老家的啦。老家的哎。哎，其实我们想要，其实这个还是都可以把它裁掉，然后留这个，因为太很低哈。系啊。这个全部才。另外像你的天棚那个大花，对啊，对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像讲哎，这样进行一下哈。几多年冇用嚟哩？可能连我的表很到坏了。你去弄几병呢？快木呢？哎呦，你快木呢？你呢？哎呀，那一点你去弄几呢？快木呢？哎呀，那大哥说这2间。你喺咩田啊？雕到你眼死哦！按当年呢，你看。而离开呢只樟头之前，钟博主突然意识风味非常特殊的南法面。另外，缅甸头家自家发明的碱面啊，本安尼到南华村一只纪录工作，留下一只非常好的回忆。东向啊，妈妈，当去招新风起来吼，妈妈死条毛毛，讲今年招家仲个毛，嘿，有那个红吼，问候这样哦。唔會學嘅，因為講夾講。全部當樣嘢啦，你懂嗎？唔會吼，都會講法吼，都會打嘴鼓吼。你看看，係邊個較強啊？那就会打嘴鼓，你都来咩？他的生活也很精彩。哎呦，啊，那感觉像你就我心的。天白看到钟博主再度讲嘅温柔嘅阿爸，我感覺到佢對他家人嘅方式實在非常嘅貼切。螺顶啊！钟爸爸係福卡度唯一嘅男人。戰後，日本國民政府騙到大陸去做台灣兵，留共產黨打戰。後面啊，經過當艱難嘅過程，讓回轉來花蓮成家立業。我想，佢嘅非常珍貴嘅長生嘅經驗，可能係佢對佢補養，留唔緊妹暗錫嘅原因嗬。你幾歲結婚啊？啊，幾歲結婚？ 28歲， 28歲。今年13歲嫁崩啊，哦，你嗰陣時係帶哪位？都帶了，就來在神木上順條我啊，是呢位啊，哎你本地人啊？哎，按牛人。哎，你家爸出港去咗嘅，哦。一博主係最細係嘛？哎，
铁石，铁石哈。哎，甲拄下个个金的，我是讲啊，金的按咁是，你都按枪哈，金的按，中的莫按枪。啊，所讲啊，好的中模的，迄中来唔一样啊，唔对啊，可是讲老实话啦，10模的、50模的都按就好啦，所讲伊个。安尼就像钟爸爸突然的去去俗世界开顺去行行啊。虽然这短短的个几点钟的天天，不过看见都个千交代万交代，当场我离开间本娘啊，唔得去救哦。钟爸爸突然来到你只工业去顺条街开顺，虽然呢位无手无快，不过。沙滩蛋糕本人得到南贵片那个灰色股啊，唔知中国族到现场的时候看到唔知个样蛮样。推到几蛋糕？差不多迄个灰色的模样个。雞生岩啦，雞生岩啦，醋嘅乜嘅都有啦，海薯嘅乜嘅都有啊。現在比人家北大嘅公園漲啊幾十倍嘅話有，乜嘅事都有啊。你好北大公園。78歲嘅鐘阿爸，到23歲轉到花蓮來以後。47做米水去做海鮮嘅工作，來學習啲客人。因為就42年很長嘅時間到海底嘅生活，使得佢皮膚啊、佢傷害啊非常嘅嚴重。面對研究花蓮海洋生態嘅破壞，我想看過最將花蓮海底嘅記憶，一天就非常深嘅感嘆。眼目珠喊，哎呦，喊高聽，對嘛，講到停呢，就看到對嘛，慢慢記下啲。你跌到一下吼，不然你對原來是有時的行路唔方便嘅鐘爸爸，感覺非常嘅失禮。不過佢講冇乜計啦，所以我們繼續訪問下去。講到停，講到啱啱停，做就好。好。好嘞，多啲嘛？而家唔講你跳拳頭擺，唔足啊？仲咪講話都講後背，去跳兩路跳去神潭。去神潭？你從來咪過去啊？南片咪到那位？咪到鳳濱啦、史蒂平啦、太港後啦，嗰幾片咪有去過。該頭尾叫公里啊？哇，個好多10公里嘅。哎呦！跟頭班有冇去啊？迄種去腳踏車去啊？專門去到位。哦，去到位。你是土博主落到呢位嘛？去咯。嗰個南片嘅，一個有過。嗰陣時你去腳踏車再去哈？加安樣啦，做嗰啲片來嘅叫做較面嘅啦，我要到位啊。哦。又佢本來載佢冇乜咁本來載哦。冇乜咁本載啊？我騎快車。你好騎快車啊？哎呦。唔過訪問到一班啊，你發現佢喺3檔歌才有歇腳啊，安尼讓感覺佢就錯爽哦。本來深度還那無完，我哋要更加生意送佢離開呢位。你有冇拿博主講啊？搬出嚟了，10分測上，叫打你。博主嘛，你去滾啊，打好咧，不打好咧。博主嘛，見啊，見。好嘛。你不是跳出來啊？賺多錢啦。在意啊。
你变好呢？困得手呀？流血的呢？但出来就是有些上当。你上摆问题啦？唔怕下哟，麻烦。唔好对人听我同他讲讲。唔会，唔是讲，我就习惯嘛。啊？忙起来啊？啊？用啊？我爱去呀。用啊，冇习惯都不做的。嗯？难喜好没啊？啊？你叫我说呀？啊？我出来啊，人家弟弟也过来，要兄弟对吧？还有我都要个糖的啊，个糖的些。在我那。看到钟爸爸了，钟妈妈感情安好，还是要想哦，钟爸爸，你会受钟伯祖嘅忠心嘅太师梦啊？有，俺们去按样，按都是冇教一样嘅，俺妈要受，个俺喊他受喎，个俺家做些用啊老人家慢要照顾，按讲俺做地啊，人家冇同个阿地，係冇，佢如果按要好啊。冇，我聽到啦。來，冇啦，哪去啦？該留那本報紙。哎呦，哪來講冇？有沒有那報用？我的嫁妆有一坨骨，这个只是小物件，所以你们尽量拿。可以。哦，石头都你幾時要是我，加年？石头都是我的幾時要嫁妆。加年？抽签，抽籤啦，我們幾時要加年啦？顧左右而言他，那個是啦，那是啦。那是哦，嘿呐。看老天爺的意思好了。有，按講係吧？我想，钟伯祖无限在婚前的眼睛，唔係安尼一下子長得清楚嘅啦。不過咧，可能佢對花蓮嘅環境、社區嘅堅持了關心。應該再嚟講，佢喺老花蓮裏嘅土地都嘅談戀愛。小叶懒人，还有懒人树，我最喜欢这种感觉，明显的那个四季的变化。可是现在整个环境已经有点温室效应。是啊，可是就是说，你还是可以感受到那个，就是植物本身的那个生命力了。啊，我觉得在花莲就有这种很明显的感受。反正它就是照四季，不管温室效应怎么样子，他们碰到寒冷的时候，他们一定掉叶，到春天一定冒芽。我觉得那个四季的那种好变化，还有他们那种生命力，我觉得很感动。因为我刚回花莲，其实就是看到那个大叶懒人树哈，冬天完全掉叶，然后春天到的时候，它在冒那个芽，突然感受到他们那种蹦出来的那种力量，然后我觉得哇，真是太棒了，在台北你完全没有办法去感受到这种气息。
别人没看过我哈，听我的名字都觉得我好像很恐怖这样子，然后以为我很老，好像是欧巴桑。然后看到我的时候，啊，你怎么那么年轻？都是这样子啊，而且就是说他目前的进度到底到哪里？你没有看刚才那个议员到环保局，所有的人都起来，然后，对，然后呢，你看那个他们的这些科室的人员都很紧张，很尊敬这样子，哎，对耶，这个说起来好像是。对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因为曾经有一个县政府的官员就是说，谁叫你们环保人士没有自己的代言人？他是这样子说我们的。开始的时候哈，那个大嫂那个啊，很给毛糟，哦，那该义务性的对吗？而且做干嘛都危险，吃力不讨好啦，知道吗？是发生过某个事情。他认定不那嘛事情去抗议哈，啊天气就出来，伊都人家不警察那个哈，路这抓上车这样哈，俺妈妈看到都惊叫，你就说很危险，办莫抓样那条路。你反正都是所以唔听，系啊，如果等到佢真的木，躺到佢开门的上吼，佢在那里睡。躺喺度係。系啊，阿爸爸。有冇伊講？伊要笑我？有唔啊？佢在那骗人呢。为什么会有昂的行动？可能嘛，爸爸让向啊，只是爸爸个应当来突来去会顺了那边看，那爸爸懂支持啊。像该说我搞议题啊，讲水泥的问题哦，伊就常是头尾老爱的亲戚朋友吼辩论，来要支持个，就常常妈甲骗就讲，你唔对啦，该吼开下伊对法律应让向去睇咧。放眼前啊，我爸爸就摆阮阿公啊，讲我拄好去平顿嘛，做来家就讲吼，有警察警察打电话来不卡，啊，结果就讲伊同压，啊拍到伊按来。讲拍到佢要骂我哦，唔係佢講哦，天同天發應該太子接嘅，啊太子佢動強，唔敢講花。天氣同講我接到嘅，佢把佢罵佢啊，講我每樣做嘛去歡迎啲聲音，啊唔係佢自己會做嘅，喺當當然委託佢嚟做嘅，哇！啊聽到佢嘅動感痛，佢就阿嘅爸爸都對本來當奉獻人去做我會做的事情。要是大家社会人见送机关要出来啦，你对大家较晓想哦，大家呢就该上传那个时传，该教授啦，伊可就鼓励佢啊。爱时间是没本钱啊，没出版社，都要给社会人拿出来啊。我想那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关键转变。其实选举这件事情，一个改拜他冇上过啦。买片就咧想讲，有常自己要讲所谓的环保代言人或者讲挂着环保的名义，不过做出来的事情或咨询的事情，他唔免爱就上的，还讲爱就党内部的消息，他拿唔到，没有办法监督监护嘛所以就是讲，来试试看好咧，不然第三片就。讨论讲，我出来，你推一三人出来参选好不好？他讲讲懂好啊，不过后来就落选嘛，
落选，那时候心情也是又是一个低潮了。那时候就有刻意就让自己，也很累了。那时候真的是做了几年的环保运动，真的很累啊，就休息休息，那就放慢脚步，好调整一下心情。礼拜的冉依然的献祭，总播主差日200票就落选了。對支持者來講，當然失望啊。不過有當選啊無當選，對支持者來講，是單單一個前夫嘅關係天天。現在走上了這個盤呢，向下保護花蓮地的土地。而家講經濟啊，你也靠乜嘅想法啦？係啊，靠父母沒有開玩笑。其實講你做環保冇錢啊？冇錢哦，自己想辦法啦。你花蓮生活很省哎，生活待不卡，他就想是寫稿嘛哈，然後那個有時候會跟朋友合作1-2個案子啦，但係沒有什麼那個正常的收入。雖然說我當有10個班呢，1年中有10個班呢哈，我都在同快樂都在講一個咧，要求無多啦，我啲台北買想講。我大片，我存太錢，我2班，我真係花蓮哦，那個心態轉變，感覺我現在過得很快樂。我原則係講，我通唔會讓我爸爸媽媽拿錢，佢哋會錢顧自己做。當然，總播主後背嘅重要嘅神物，你悄悄啊啱下嚟。最近正在发生的很多。王姐加一下片哦。你頭到尾都冇講到總播主到環保聯盟呢度係擔任乜嘅成分？還沒有修好就先把它弄壞。這裡，這個把它開電。而且我把主機這個要接。對。它一直叫，是什麼原因啊？是那個，它可能是某一個零件。哦，零件的問題啊。那個零件壞掉了。就我了解。寫到收天嚟啦，睇到從外去抗爭，一切我都會爆盤。咁樣人都入去揾到花蓮分會嘅會長。所以其實做到嘅環保聯盟嘅花蓮會長，佢靠年嘅經驗一度嚟嚇。哎呀啦，一般樣嘅啦，你有其實係已經研究啦。散彈啊，人都跟我用。哦。而家咩處理先到散彈嘅事情啊？主要用啊。海船嘅啦，散彈嘅啦。海船。肉體嘅咪嘅路啦。河巴啦。剛剛好佢都幫你做，不過剛剛冇跟我用。海雕都會一方面較低啦。上個用係前年咯，一個都出低啦。等於講阿爸上次培養阿媽呀。就係講我話，你怪嚴的，佢做一條路，你培養嘅呀。反正還年輕啦，自己都還年輕，能夠做多少就盡量做，生命也很無常，沒有什麼好怨嘆，因為這個是自己找來的，不能怨別人，用快樂一點心情去看待這件事情，其實沒有別人想象中的那麼苦悶啊。就蠻快樂的，我就覺得能夠做一些事情，其實是蠻快樂的啦。來到總播主出社會所，然後花蓮啊，花蓮係就非常強嘅位所啦。天白有機會看到總播主嘅人人都見啊，求學啦、讀書嚇，都做事情，做環保嘅認同，做社企嘅認同，感覺到。其實對社會非常有使命感啊！尤其嚇讀到夾巴，
咱提讲吼，夹巴迄条摆吼，迄米，米个高抗哈，旧控哈，高抗个人，所以对个法令的会哈，非常按清楚，啊，韩国夹巴，韩啊就是说讲哈，佢非常开明的人，啊，唔咩露条摆个人咧，安尼行人，佢係一個非常進步的行人，所以培養出安尼模樣。可能總部組佢啲下對社區嘅工作哈，有得完全冇看到一個做法啊，每一隻人講嘅行人哈，行有啲社會嘅新嘅方法。哪看有弟弟不？我我都没有看过我小时候的照片。那个某堂哈，还在某个某堂啊，还远远的小小的一个，会看不出来我长得什么样子，我就很嫉妒。慧珠，你拍了好几张哦。你不要说你啦，我两个结婚都没拍照，结婚的照片都没有，哇，好可怜。对啊，可是你有年轻的照片，帅哥跟美女。哎，有看，你要看我是那个。那边，这都记录个女啊，安尼才慢慢的老中国族还係一個反駁認同嘅人士，呢件事情唔記得睇嚟。看到記者查就反映出來送安尼，本來感覺雖然是冇到一隻禮拜嘅強下老記錄嘅時間啊，安尼感受得到中國族唔係屬實安尼結構咧。直接自拍啊！